早起晚睡為誰忙？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58年6月16號香港西樂園觀音七粵語翻譯。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宿興夜未為誰忙？眾生難渡頗堪傷。迷諸塵勞性顛倒，議題連名化無方。宿興就係早起嘅意思，夜寐就係夜眠嘅意思。有好多人兢兢業業，早起夜眠，為嘅係乜嘢呢？究竟係為我忙呢，亦或係為你忙呢？又或者係為他忙呢？呢一個問題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冇辦法回答，甚至於有啲人索性就話無事忙啊，咁就奇怪啦。但係偏偏有人去做連自己亦唔清楚嘅事，譬如有一啲商人，佢哋一日到晚都想住自己嘅生意，搞到瞓亦都瞓得唔安，咁樣就係宿興夜寐為錢忙。又甚至於士農工商，凡係想成功嘅，都會不由自主咁樣朝起早夜眠遲。喺詩經裏邊有咁樣嘅一段：雞既鳴已矣，朝既盈矣。非雞則鳴，蒼蠅之聲。呢幾句說話，如果照普通嘅口氣嚟講，就係話雞好似已經啼咗啦，而家已經係朝頭早啦咩？哦，原來唔係雞喺度叫，只不過係啲蒼蠅嘅聲音啫呢。呢一段詩經係形容古代嘅賢明君主。你睇下，身為皇帝，晚黑尚且唔能夠瞓得好，成晚都要惦記住，要等到天亮就要臨朝理事，以致到神經過敏，將蒼蠅嘅聲音聽咗當係雞喺度啼。呢一個就係宿興夜寐為民忙。所謂一人有慶，笑民賴之。如果係遇到咁賢明嘅人君，老百姓就可以過住刀槍入庫、馬放南山嘅幸福生活啦。但係身為君主嘅，難道可以唔宿興夜寐咁為人民嚟去謀幸福呢？至於我哋修道嘅人，亦要宿興夜寐，既不為利忙，亦不為名忙，而係為法忙。我哋要宿興夜寐，以示諸佛。我哋朝頭早要起得早，夜晚黑要瞓得遲，係因為日日要禮佛誦經，表示我哋係個忠實誠摯嘅佛教徒，並唔係口是心非，能說而唔能做嘅。況且禮佛又包含咗專一其心、恭敬其身嘅意思，而且禮佛更加能夠消除業障。
所謂佛前頂禮滅罪行沙，即係話我哋喺佛前頂一個禮，可以幫我哋消滅咗行沙咁多嘅罪。好彩係無形嘅，如果係有形嘅嘢，咁就會將恒河沙咁多嘅世界都充滿咗啦。所以我哋要夙興夜寐咁去禮佛念佛，係為求消滅罪障，係為法忙。不過眾生嘅品性係極其難測嘅，譬如有啲人歡喜食甜嘅，又有啲俾酸嘅佢就唔高興，有啲歡喜食酸嘅而俾啲甜嘅佢亦唔高興，諸如此類。如果係唔認識眾生嘅品性，就冇辦法去度眾生啦。所以佛有智慧，佢能夠熟知眾生嘅根本，因此就能夠隨類應化，時常奔走跋涉，不辭勞苦咁去度眾生。不過眾生並冇因咁樣而感動，反而唔肯接受佛菩薩嘅道法，所以話眾生難度頗堪傷，傷就係悲傷，為咗眾生嘅愚昧顛倒而悲傷。佛菩薩係時時生大悲心嘅。點解眾生會咁難度呢？因為迷諸塵勞性顛倒，呢一個就係答案。因為眾生喺無量劫裏頭深染六塵，於是就會喺苦海之中頭出頭沒，輾轉沉淪，搞到顛顛倒倒，以苦為樂，以非為事。譬如而家嘅人明明知道服裝太時髦就唔得莊嚴，亦都會生出不良嘅後果啦。但係人人都明知故犯，互相比賽競爭，卻唔知道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又譬如喺戰爭之中所用嘅武器，人類不但止唔將佢消滅，反而精益求精，努力去尋求發明一啲越多越妙嘅殺人武器。你話咁樣係唔係顛倒呢？為咗眾生嘅顛倒，一切聖人善知識，佢哋都苦口婆心咁循循勸導我哋呢一班可憐嘅眾生。佢哋好似長輩咁樣，提住小輩嘅耳朵嚟當面訓導一樣，但係眾生卻置若罔聞，甚至仲千方百計咁隱瞞自己嘅罪過，唔被師長哋知道。咁樣就真係以提憐命化無方。唉，眾生犯罪嘅本領可謂至矣盡矣，連佛菩薩亦都覺得難以化度我哋呢一班可憐嘅眾生。你話咁係咪好值得悲哀呢？念佛如同打電話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58年6月16號香港西樂園觀音七粵語翻譯。念念真誠，念念通，默默感應，默默中，直至山窮
水盡處，逍遙法界任西東。剛才我念呢一首偈頌，唔知道大家能否了悟其中嘅真意呢？念念真誠，念念通。喺呢一句裏邊，第一個念字係由心裏邊所發出嘅念，第二個念就係有之於心而形之於口，由口裏邊發出嘅。如果淨係存有第二念，即係口念嘅念，就唔能夠算得係真誠嘅念啦。所以心口都要真誠，呢啲都係對念菩薩或者念佛而言嘅。我哋要念到心口合一，一而不二。我哋唔可以隨便咁念，亦唔可以散亂咁去念，更加之唔可以夾雜其他嘅妄想而去念。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呢幾點，就可以稱得為真誠。有咗真誠嘅意念，就一定會有感應嘅。呢啲感應係乜嘢呢？就係凡夫嘅心同埋佛菩薩嘅光相通啊！所謂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。點解會有呢種感應呢？譬如好似我哋打電話，號碼一打通咗，對方一聲喂，於是乎就可以暢所欲言，有咗聯絡啦。我哋念菩薩聖號，亦都好似同撥電話嘅號碼一樣。到時菩薩就會問你：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想求啲乜嘢啊？於是你就可以有求必應啦。如果係冇誠心，咁就好似係5個號碼，你淨係撥咗得3個號碼就停咗，咁又點能夠將電話打通呢？念菩薩亦係一樣。假使你念一陣間又唔念，咁就冇誠意，咁就一定唔得通啦。呢種光光相照嘅感應，係身受嘅人只能夠感覺得到。譬如打電話，亦都係只有拈起聽筒收聽嘅人，只能夠清楚對方嘅說話。凡夫嘅肉眼係冇辦法睇得到聲波嘅去來，所以是話默默感應，默默中。山窮水盡就係話百尺竿頭從進步，撒手天空另有天嘅一種境界。我哋念到山窮水盡嘅時候，簡直就係念而不念，打成一團，念成一片。喺嗰陣時就可以逍遙法界任西東。如果係我哋中意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可以應念而去往生。要想倒駕慈航翻嚟廣度眾生，亦都可以應念而翻到極樂世界嘅東邊嘅娑婆世界，乃至一切法界，亦都可以應念而往生。所以話任西東。所謂一如意，一切如意，一自在，一切自在。因此我哋學佛處處都要真誠，唔好虛偽。虛偽就會開空花，不結果。所以學佛千祈要記住，唔好自己呃自己。古人曾經咁話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我哋唔好有依賴嘅心，我哋應該要知道感應係自己所招嚟嘅，唔係由外邊得嚟嘅。有人話念佛得
得生正道係像佛力所接引嘅。呢一句說話可以講話係啱，亦可以講話係唔啱。點解呢？因為接引呢一個說法只係對機而言，因為眾生嘅貪都係希望能夠用力少而收效大，好似放高利貸，放出嘅少而收入嘅多一樣。所以聖人為咗要隨機應變，就講出話可以用佛力接引嘅說話，目的係叫一切眾生努力去念。其實佢哋念佛菩薩嘅名號而能夠往生正道，亦係全憑佢自己嘅力量。點解我咁話呢？因為念佛係佛替你念嘅咩？你念菩薩，嗰個念係菩薩生出嚟嘅咩？如果唔係，又豈能話係仗他力呢？譬如佛菩薩放光加被你，呢啲亦係你自己念佛菩薩嘅功德所得到嘅感應。我再攞打電話呢一個譬喻同大家再講一下。好似如果你自己唔去打電話，又邊度會有人嚟去接你嘅電話呢？所以念佛亦係一樣嘅道理。有呢一種希望去倚仗佛力嘅接引而能夠生正道嘅心，其實就係一個貪心，就係一種依賴。呢一啲都係要不得嘅。我哋修行係要倚仗自己嘅力量，去打起精神，鼓起勇氣，勇猛精進咁去念，去修行。我哋應該要知道果報並唔係人哋能夠賜俾我哋嘅，所以念佛亦可以話唔係倚仗佛力所接引嘅。古人又咁話：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我哋學佛亦都係要挺起胸膛嚟咁樣講：佛陀本無種，眾生當自強。如果唔係咁樣，我哋整日都去依賴佛力接引，就好似富家子弟去依賴父兄嘅遺業，終須有一日會將自己害咗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快快醒悟啊！無臨渴而掘井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58年6月17號，香港西樂園觀音七，粵語翻譯。病後始知身是苦，死後方知錯用心。呢一啲都係眾生嘅通病。喺冇病嘅時候，就以為喺世間係非常之快樂，非常之滿足。到咗有病嘅時候，唔能夠喐，亦唔能夠食，一切都冇自由啦。又再加上種種難以忍受嘅痛苦，咁樣至覺得原來呢一個身體係令我哋苦嘅。但係到呢一個時候已經太遲啦。所謂臨崖勒馬收姜蔓，船到江心保留遲。邊一個叫你自己喺冇病嘅時候就任作胡為，唔好好去珍惜自己呢？病係咁樣，生死大事亦係咁樣，死後方知錯用心。就係話平時我哋不加檢點，等到見到閻王嘅時候，
是知道自己生前所行所作嘅事都係全心唔得正當嘅。生前睇見人哋念佛，自己反而去譏謗佢，話佢迷信，笑佢愚痴。但係而家後悔已晚，刀山油鑊嘅痛苦都係自己招來嘅。就好似剛才所講，臨崖勒馬收姜晚，船到江心保柳遲。邊一個叫你自己事前冇準備呢？因此朱子曾經咁話：兒未雨而綢繆，無臨渴而掘井。喺我哋未曾落雨嘅時候，早就應該顧慮到落雨嘅時候可能發生嘅事。好似喺中國嘅北方，所有嗰啲窗都係用一啲紙去黐嘅，因此喺未曾落雨嘅時候，就應該要將所有嘅窗嗰啲紙呢去黐好。如果唔係咁樣，落雨嘅時候就會連屋企裏邊嘅嘢都會淋濕晒。否則我哋等到落雨嘅時候，至趕忙去將啲窗封好，咁就未免太遲咗一啲啦。又好似喺啲窮鄉僻壤嘅地方，佢哋係冇自來水管嘅設備，因此佢哋喺搭屋嘅時候就要考慮到水源嘅問題。如果係到咗頸渴嘅時候，只記得去掘井，咁樣未免係太慢啦。我哋學佛嘅人都要明白，一切無常都係不免一死嘅。但係點解我哋唔為自己嘅死先下一番功夫呢？所謂若要人不死，先下死功夫。死功夫就係譬如今日嘅打七念菩薩。我哋打七，第一係要求世界和平，第二係為自己嘅身後打算。咁樣就係未雨而綢繆啦。我哋打七要年年去參加，唔好中斷，咁樣只能夠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結大因緣。我哋必須要念到好似阿彌陀佛係我哋嘅師父，觀世音菩薩好似係我哋嘅朋友一樣咁親切。既然我哋能夠做佛嘅弟子，做菩薩嘅朋友，而且能夠年年月月日日都係咁樣，自然就會成為老友啦。咁樣佛菩薩就一定會喺我哋臨命終時接引我哋去西方正道啦。呢一點大家都唔需要懷疑。所謂修道之人心莫疑，疑心一起便荼蘼。我哋要聽善知識嘅說話，唔應該存有半點疑心。譬如話善知識咁叫我哋修行要下苦功，你就應該要相信。如果係你能夠信到徹底，咁你一定就可以明心見性，返本還原啦。所以我哋時常都要聽善知識嘅開導，佢教你念佛，你就應該要依教嚟去念佛。善知識叫你唔好任性，你就唔好任性。呢一點係修道嘅要訣。剛才我話病後始知身是苦，但係呢，人如果唔經過一番嘅病苦，係絕對唔肯發心去修行嘅。因為喺冇病嘅時候，佢唔知道痛苦。又有一句說話咁話：富貴學道難。即係話，如果係一個人好富有，
佢樣樣都如意。你話佢點會想起去修道呢？所以貧病都係我哋修道嘅助緣。病嚟啦，亦都唔需要擔憂；貧困嚟呢，亦都唔使憂愁。有一首偈頌咁話：我見他人死，我心熱如火，不是熱他人，漸漸輪到我。自己貧病固然應該要促長修道嘅心，就算係睇見人哋貧病老死，亦都應該要引以為戚。人生就有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如果能夠及時發願往生，咁就係話事前有咗一個準備，就唔會到臨時嘅時候就手足無措、手忙腳亂。好似一個國家，如果唔經過一番變亂，人民都會耽於哀樂，唔知道愛國為土。而家嘅佛教亦係咁樣，而家嘅人亦都唔會去為佛教去謀復興，所以佛教只會顯得萎靡不振。我哋要知道去提倡佛教呢一個責任，不但止係落喺比丘或者比丘尼嘅身上，而係喺每一個佛教徒嘅身上。如果係我哋每個人都能夠咁樣引咎自責，咁我哋就唔使驚佛教唔發展。而家有啲佛教徒以為佛教唔及外教嘅時髦，因此都唔敢對人話自己係個佛教徒，甚至於仲要附和人哋話佛教係迷信嘅。你話咁樣係幾咁可悲呢？譬如喺九龍嘅道風山上邊有一個外道嘅團體，專門係收容嗰啲佛教嘅比丘比丘尼。經過佢哋嘅一番改造之後，嗰啲忘本嘅人竟然調轉頭去誹謗佛教。所以真心信佛嘅人係應該要寧死不變，要提起勇氣嚟，唔好因為人哋嘅譏笑或者利誘而去變節。如果每個人都唔會忘記自己係一個佛教徒，咁樣佛教復興係必然嘅。一般嘅外道雖然喺目前係極盛一時，不過天道循環，物極必反。大家千祈唔好被外表嘅興衰而動搖咗自己嘅心智。真理係唔會毀滅嘅，佛教嘅復興係全憑大家嘅努力啊！念菩薩能明心見性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58年6月17號香港西樂園觀音七粵語翻譯。鍾意快樂而厭惡痛苦，呢啲係眾生嘅品性，但係因為眾生係愚痴嘅，佢哋唔知道點樣只可以得到佢哋所鍾意嘅快樂，脫離佢哋所厭惡嘅痛苦。所以雖然眾生佢哋嘅口裏邊一味嗌住話要尋求快樂嘅口號，但係佢哋好唔好彩，卻越嚟越覺得痛苦。菩薩係慈悲嘅先覺者，
佢知道點樣至可以令我哋離苦得樂，因此佢面對住一班可憐嘅苦惱眾生，菩薩就本住大悲嘅心腸，發出咗聞聲救苦嘅宏誓。亦係因為咁樣，我哋眾生就唔會話完全冇希望。只要我哋能夠至誠懇切咁去念誦南無觀世音菩薩嘅名號，菩薩就會用佢嘅無邊法力度脫我哋，令我哋離苦得樂。呢一種樂係究竟嘅樂，係西方嘅極樂。換句話講，念菩薩嘅名號，不但只能夠脫離世間一切嘅痛苦，而且能夠往生極樂世界，花開見佛，得到常樂我淨嘅清淨同埋究竟之樂啦。念菩薩就能夠離苦，就能夠了悟心性，恐怕冇咁便宜嘅事情吧。一啲多疑嘅頓根眾生，或者就會咁樣問。不過菩薩就係立志要做便宜眾生嘅事，所以只會講出呢一個方便嘅法門。然而有啲眾生連呢一種絕頂便宜亦都唔知道，你話幾咁可惜呢？有啲人又會話，念菩薩嘅名號能夠消罪除苦，呢一點我會相信。但係點解念菩薩嘅名號亦都能夠令我哋明心見性呢？喺前幾日我曾經同大家講過一個打電話嘅譬喻，而家我又再講一個更簡單嘅比喻。好似有一個人，佢對眼俾嘢遮住，於是乎佢就會覺得四周圍都係漆黑一片，行起路上嚟到處都會碰壁，碰到焦頭爛額，苦不堪言。不過佢自己卻唔識得去將蒙住佢對眼嗰一塊束縛嚟去解除。好彩佢遇到一個慈悲嘅人，睇見佢呢一副可憐相，就走上前邊替佢將蒙住佢嘅眼睛嗰一個束縛嚟去解開。因此呢一個曾經睇唔到嘢嘅人，而家可以睇到嘢，亦都不再痛苦啦，亦都唔會到處去碰壁啦。念菩薩能夠明心見性嘅道理，亦係咁樣。我哋眾生就譬如剛才我所講，被蒙上眼睛嘅人，佢本來係冇盲嘅，只不過佢係受咗有一塊布白嚟去蒙住佢對眼。而我哋眾生嘅心性本來亦係冇失掉，本來亦係磊落光明，只不過係被無數嘅罪障妄念遮蔽咗嘅。菩薩就譬如嗰一位慈悲嘅人，佢替我哋解除嗰啲掩蔽住我哋嘅光明本性嘅業障，於是我哋就可以返本還原，可以恢復到本來嘅面目啦。因此我哋唔好唔念菩薩嘅名號，因為如果係嗰個被蒙上眼睛嘅人唔肯去求救，亦唔肯去接受人哋嘅幫助，咁樣佢碰壁嘅事少，
或者因為睇唔到路而跌落咗去一個深淵，咁豈不是係危害咗自己嘅性命呢？世界上引誘人嘅罪惡係非常之多，如果一不小心就會跌落咗罪惡嘅深淵，失卻咗人生，咁就會萬劫不復，就會係千古遺恨。各位居士，我哋趕快要接受菩薩嘅勸喻，時時去持誦菩薩嘅洪名，等菩薩快啲去救度我哋脫離呢一個生死嘅苦海啦。眾生無邊誓願度，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述於1958年6月18號香港西樂園觀音七粵語翻譯。菩薩為因，眾生為果。因果呢兩個字，不但止我哋眾生係逃不了，甚至於連佛菩薩亦都唔能夠避免。因為菩薩嘅眼光遠大，所以唔會做惡因，而受嘅亦都係樂果。而眾生嘅眼光就好似豆咁細，只係為目前打算，時時去種惡因，因此亦時時吃苦果。所謂多災逃離，少災驚。多種善因，無疑就係替自己預備咗感受嘅前程。假如我哋只顧目前，多行不義，唔種善因，咁樣無疑就係替自己嘅前途預備咗荊棘嘅途徑。點樣係感受嘅前程呢？就係遙指西方落日邊，即係從事西方過10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點樣係荊棘嘅前程呢？唉，地獄無門，苦自招啊！喺極樂世界裏邊，係黃金為地，七寶為池，天樂風飄，處處聞，事事無不清心滿意，仲可以見聞佛法，速成佛道。不過喺地獄裏邊，就係刀山油鑊，劍樹紅爐，呢啲都係最好嘅伴侶。因此，我哋對於選擇前程，眾生係絕對有自由嘅。如果係志在西方，就要發願去往生正道嘅話，咁就要精勤念佛菩薩嘅名號就得啦。如果你係中意去地獄，就更簡單，行惡事就會墮地獄，呢一個係必然嘅。不過我敢肯定咁講一句，冇人寧願去落地獄，而唔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，除非佢係唔信有地獄同埋有極樂世界，除非佢唔知道有痛苦嘅地獄同埋有極樂世界嘅淨土。對於斷善根少信心嘅人，我哋係冇辦法去度嘅，但係對於唔知道嘅人，我哋就應該生出一種慈悲嘅心嚟去度佢哋。有一個宗教，佢哋嘅信徒時時都咁話：天國近了，天國是你們的。我哋信佛嘅人，亦都應該要為法忘軀，
去奔走跋涉。我哋亦都應該要對自己嘅親友去講下念菩薩嘅功德，同埋極樂世界嘅好處。我哋亦都可以話，極樂世界是眾生們的。如果你能夠時時去講呢一種道理，咁樣你就係一個大道心嘅菩薩啦。你就同菩薩一樣嘅行徑嘅人啦，就係不退菩薩為伴侶。所以我哋不但止自己要念菩薩，亦應該時時去勸別人嚟念菩薩，咁樣至可以講得話你係一個佛教徒，至可以講得話你冇忘記咗你皈依嘅時候所發嘅四弘誓願。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對於具有相同佛性同自己冇分別嘅眾生，我哋能夠忍心讓佢哋痛苦呢？我哋能夠唔設法令佢哋得到快樂呢？有志者事竟成。眾生雖然係難度，不過我哋信佛嘅人喺二六時中，千祈都記住唔好去忘記咗要去度眾生。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所謂善一夥，惡一群，什麼人找什麼人，的的確確係咁樣嘅情形。世界上嘅人係各從其類，讀書嘅人同讀書人做朋友，耕田嘅人同耕田人做朋友，乃至於做生意嘅人、做官嘅人、做工嘅人，都係互相做好朋友，彼此往來，聚集喺一齊，感情融合，互惠互助。即使係畜生，亦係咁樣，馬同馬喺一齊，牛同牛喺一齊，羊同羊喺一齊，豬同豬喺一齊，咁樣和睦相處。我哋人係萬物之靈，智慧係比較高，畜生嘅智慧就比較低。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呢？因為畜生經過咗閻羅王嘅化學工廠，即係輪迴嘅淘汰之後，佢嘅靈性就被分開咗啦，所以只係有小部分唔完整嘅靈性存在，因此畜生嘅智慧就比較低。有人就會問我咁話，點樣將靈性分開咗呢？譬如有一個人，佢因為業障深重，所以就轉做咗畜生。雖然係畜生，但係唔一定係一個畜生，甚至係可能10個或者20個畜生。轉高等嘅畜生就係一個身，轉低等嘅畜生就可能係好多個身，咁樣就會將智慧分開咗好多份，所以智慧就越分越低啦。畜生都係有貪心嘅，有無明，好重，而且剛強好鬥，好似雞狗，雖然係物以群分，但係佢哋都有鬥爭嘅思想，
兩隻雞相遇就必定要戰鬥，兩隻狗相遇就必定要打交。咁樣究竟係為乜嘢呢？就係因為食物而起咗慳貪，唔捨得。呢啲亦係佢哋生前做人嘅時候，嗰一種自私自利嘅習氣仍然未除，所以做畜生嘅時候，呢一種自私自利嘅心就仍然會存在啦。我哋學佛法就係要消除自私自利嘅思想，一切都唔好為自己打算，要應該以大眾嘅利益為前提，再能夠無所求。所謂人都無求，品自高。喺呢一個時候，就乜嘢亦都唔求，順其自然，行所無事，達到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語嘅境界啦。呢一個亦係萬法聖成嘅六大宗旨。世界嘅人類如果都有呢一種思想，就一定會和平相處，就一定唔會有戰爭發生啦。喺呢一個時候，人人都會注重道德，唔會做虧德嘅事。就算唔注重道德嘅人，亦都會做有德行嘅事。所謂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我哋喺呢一個世界上，人人一定要安分守己，奉公守法，努力去修道，完成我哋嘅使命啦。世界為何有戰爭？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粵語翻譯。因為人人有貪心，而且貪而無厭，貪得則喜，貪不得則憎。因為有憎恨，就會愚癡，因為愚癡就會有戰爭。呢一個就係發生戰爭嘅根本原因啦。我哋非得要斬草除根，天下只能夠太平。我哋點樣除根呢？就係要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語。我哋同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物都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。喺呢一種生活之中，只係真正嘅快樂，只係真正嘅明白。唔明白嘅人喺呢一個世界同流合污，人喺度求名求利，我亦喺度求名求利。人人有呢一種你爭我奪嘅思想，呢一個世界又點能夠會冇戰爭呢？我哋要真正去了解呢一個世界，唔係個平安嘅世界，係會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核子戰爭，人類嘅生命同財產都會一掃而光。點解會有呢一種現象出現呢？點解叫我哋對境界要睇破，要放下呢？因為如果係冇妄想、冇執着，就會得到自在啦。要想唔發生核子戰爭，就非得要人人改惡向善，去邪心，存真心。要不貪、不嗔、不癡，對一切嘅人要有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嘅四攝法，同埋慈悲喜捨嘅四無量心。如果人人都能夠咁樣，世界嘅危機
就可以解除啦。否則終須有一日戰爭就會爆發啦，就會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都同歸於盡啦。所謂劫數難逃啦。由於眾生嘅業力所感，真正就到咗壞劫嘅時期啦。我哋睇下目前嘅時局，真正係令人不寒而慄，亦都真正令人有談苦色變嘅感慨。萬佛城中選聖言，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粵語翻譯。我哋而家喺度參禪，係為咗要開智慧，唔係為咗爭第一。有人就想啦，我嘅功夫係了不得噶，我喺世人裏邊係最用功嘅修行者。如果有呢一種思想嘅人，必定係貢高我慢、大愚癡嘅人。喺佛教裏邊係唔允許有呢一種思想行為存在嘅。佛教係讓而不爭嘅。我哋要知道，參禪係要為咗開悟而去參，唔係為咗我慢而去參。喺禪堂裏邊，我哋要向真善美嚟去參。所謂舉動行為管自己，行住坐臥不離家。真正修道嘅人係唔會睇見人嘅過錯，唔係去做一面鏡，專係去照人哋而唔照自己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只能向外照，而唔能夠回光返照。我哋參禪嘅人要回光返照，照自己。所以我喺前日新年嘅時候講咗一首偈頌，咁話：今逢1982年，十方聚會來參禪，回光返照觀自在，萬佛城中選聖言。我哋參禪係要回光返照，唔係向外持求。我哋要睇下自己在唔在，在就係冇打妄想，唔在就係喺度打妄想。如果唔打妄想，咁就係自在。呢一個係好簡單嘅道理。邊一個能夠回光返照，邊一個就能夠自在，邊一個就能夠入聖賢之選，入聖賢之流。但係我哋要拈出真功夫嚟，唔係口頭上咁講下就算啦。話餅不能充飢，說食不能充飽。我哋係要腳踏實地去修行，要拼命去參到山窮水盡而無路嘅時候，自然就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嘅新境界啦。佛曾經講過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但以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。我哋都係有成佛嘅希望，都可以背覺合塵，返唔到家，亦就係返唔到去常寂光正道，所以就會喺呢一個娑婆世界流浪生死，
不得出離啦。